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世界，我是阿平。昨晚咱看到讲哦，这个全世界拢关注的这个美国本地美国参众议员哦，要召开这个联席会议哈，要确认讲这个总统大选候选人这个选举人团吼，咱看到投票结果了吼。不过咱看到讲 Trump 这个支持者有诶真正无理性啦吼，因包围啥？包围国会，甚至冲入去吼，发生着暴动。咱咧看讲华盛顿当局啦吼。 本地第一时间是未予欢迎，紧急来寻求支援，讲这个国民兵都来到场来支援吼。但是咱看到讲支持者和警方爆发着真激烈的这个冲突，甚至咧有人因为这个暴动啦，警察开枪来射死。咱讲这个暴动以外，咱看到讲有4人至少来去死亡吼，超过50个人被逮捕。那么看到讲哦，美国总统 Trump 虽然向支持者来表示讲啥，咱就爱和平爱 peace， 但是搁一摆来指控啥，这场选举吼是去用逃走的这个选举啦吼，那么看到讲吼，因为这个过去这个 Trump 伫咧 Twitter 也好 ，Facebook 也好哈，言论拢受到这个真正吼较激进、较极端啦吼。但是这回伊嘛讲吼啊，支持者你着爱去吼较和平一个。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咱看这个社群媒体有对这个 Trump 的这个 Twitter 还是讲这个 Facebook 去做一寡这个禁止啦吼。但是伊也是搁一遍讲着。 这场选举也是有一个做票的这个所在吼，虽然看到讲真济这个民主国家看到这件代志啦吼，真正嘛是咧害头啦吼，所以看到讲美国今日这个情形，Trump 支持者冲入国会，阻碍着这个总统大选结果这个认证，大家拢看啊硬气啦吼，无想过讲这个华府会有安尼的这个情形，所以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做伙来看讲这民主到底是毋是已经崩盘，做伙来讨论。 先邀请咱的来宾，对咱要邀请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区前主席，咱的 Russ Feingold。大家好。第二，咱要邀请前外交官刘树杰。大家好。再来，咱要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杨国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透过连线嘛，要邀請到前法拍 Los Angeles 分会會長吳條峰，你好。大家好。 是啊，先帶觀眾朋友來看講吼，這是這個咱講吼，這個1814年以後吼，咱看到這個美國這個 Washington D.C. 國會各一擺吼，這個咱講吼啊，無論是這個暴動的這個支持者也好，衝入去的這個現場，先帶觀眾朋友做來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佇找到連政選舉人團選出民主黨的拜登為後一任美國總統。不過無講一點鐘，真正佇咧沿路遊行要去華府的川普的支持者就撞入去國會。警方徛佇咧管理所在，夜情對準已經佇咧國會大門口的抗議民眾，有一位示威者就徛佇咧銃的頭前，下骹的民眾一直發聲，有一位撞入去國會女性示威者就槍不幸死亡。國會大樓內面有人甲眾議院議場的玻璃講破，內面有夜情的執法人員正對準門口，因為現場攏是催淚ga刺味，國會議員掛防毒面罩，並且疏散。華府宣布當地時間找到暗6點到找一個透早6點實施宵禁。 What do you need? I'm good. I just 另外，伫紐約有反川普的示威者上街頭，希望川普接受總統選舉的結果。不過，有真濟州出現挺川普的示威活動。民主黨前總統奧巴馬發聲明，強調歷史會記住這一天，也認為這是現任總統煽動所造成的結果。前總統克林頓也佇咧推特發文批評，衝入國會是侮辱美國的憲法甲國家的尊嚴。同款是共和黨的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是譴責衝入國會無接受選舉結果，是堅決 共和國嘅反民主行為，國務卿龐佩奧也譴責，講希望對參加暴動嘅人提出訴訟。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其實咱有聽到啦吼，這個前幾任這個美國總統攏譴責到這回吼，這個支持者衝入美國會這個行為啦吼，有影講這就是這個煽動還是叛亂這個行為。咱嘛講吼，這款的這個行為其實全球這個民主陣營嘛是濟攏來做譴責啦哈。首先，咱個先來請教這個 Russ Feingold 啦哈，我們看到了哈，這一次闖入國會這樣的東西，全球的民主陣營是先來譴責了哈。那另外，美國的前幾任的總統也是譴責，你怎麼看呢？當然要譴責，誰會支持啊？只有部分的最鐵粉的這個傳粉，才會支持這個行動或親川普的媒體。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在美国国内或在国外支持川普的选民，或比如说在台湾、香港，也有很多人支持川普，有很多媒体、名嘴都支持川普。但是对这个暴力行动和闯入国会，只有前者这个方式来反映，谁会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不管是美国或台湾，过去在台湾也有闯进国会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在法治民主国家，这种谴责这种行为。OK， 这个翻译稿是提供的吼，大家做参考了吼。真正这款行为吼，尤其爱来谴责了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部分有人讲吼，唔好表态吼，这个政党的这个部分，然后咱继续请教书记啦吼。安怎看讲吼，其实伫咧这回吼，对着咱讲这个民主的这个挑战啦吼，尤其对台湾来讲，过去有一定人拢是支持这个 Trump 的这个部分吼。即阵安怎看这件代志咧？对，因为伫台湾有真侪人拢咱讲所谓的这台派的选民啊，拢对川普拢足有好感啦。但是就即摆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关键，这个很静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哈。是。啊，因为即摆都是讲这个Mike Pence 啊，伊即摆做副总统，伊本身嘛是这个美国参议院这个议长吼，就参议院的院长啦吼。啊，伊的角色就是讲，伊今日 AM 伫美国伫这边吼，这个国会山庄，伊的角色都是一个仪式性的吼。就是讲吼，要去确认讲这美国每一个州吼，这个选举人团票吼但是其实伊无这个习惯哦，去 overturn 啊，去否决这个每个州这个结果哈，所以伫今日下暗伫美国这个时间吼，要开这个会正前吼，咱就看到这新闻讲吼，川普就一直施压伊这个副手吼，讲 Pence 哦，你今去开这个会，你一定要把这个吼每一个州这选举这个结果给推翻吼，你看讲，所以这对 Pence 来讲，伊就非常的尴尬，伊做为难的，因为吼，咱拢知影讲，其实 Pence 伫过去这4年，伊是一个非常忠心的这个副手，伊对这个伊的头家啦，伊对这个 Trump 会当讲百依百顺啦吼，但是这个百依百顺，讲咱讲这个忠诚度吼 loyalty 吼，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出现伫昨暗吼，伫美国伫国会山庄吼，伊讲伊袂当，伊讲吼。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的哈，伊袂当去迄个 overturn 去推翻，哈，去否决这个各个州的选举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川普伊就讲，伊对这个伊的副手吼 Pence 非常失望啦，吼，台湾要安尼看，其实我感觉这是非常的尴尬，因为第一，这是美国国内的事务，这是美国国内的选举，吼，所以其实咱伫台湾吼。你若是政府的角度，还是讲像我个人伫政党内底咧服务吼，其实阮拢吼无讲足方便去对即个代志去表态，因为讲你袂当去介入咱美国的即个事务，你会当讲咧，你去 honor 去尊重即个美国国内民主的即个定数，但是你袂当讲有一个政治的表态，讲你是挺川普，还是讲挺即个挺拜登？你安尼讲，其实对政党来讲，对政府来讲，以台湾人的即个角度，其实我坦白讲不是很合适。所以你看，咱这有咱这边有做一个经历吼，你看吼，每一个国家即个领袖吼，甲领袖甲元首。因咧去讲即个代志时阵，伊拢讲啊做四平八稳，伊讲阮尊重美国即个民主，阮相信民主到尾来会当迄个胜出啊。伊拢讲迄个话，伊袂当讲啊，即个挺川普挺 Joe Biden， 伊袂当安尼讲啊。最趣味是讲，咱有看到伫CNN 啊，CNN 其实有一个画面吼，是即咱台湾的国旗伫遮，台湾的国旗啦，吼，出现伫这个暴动这个画面啦，敢若有一个伫美国的记者有去甲访问，讲其实摕这个国旗吼，这个人是台湾人啊，可能是侨胞啦，吼，讲奇怪，咱台湾的国旗啥伫遮？当然讲这伫美国吼。
你要压什，你要去压什么款的机啊？迄是你个人的自由啦，吼。啊，但是咱即摆爱先讲，即个集会游行的，即个是毋是一个 riot， 一个暴动？即个 event 本身是毋是非法？吼，伊若是非法的活动，啊，也台湾的国旗，安尼敢是伊个人自由？啊，你敢嘛去伤害到咱台湾的即个名声，甲迄个吼，这可能爱去思考，因为我。这个现场嘛，有人去压迄个帛琉哦，共和国的国旗。是。啊，咱知影讲帛琉是甲咱台湾有邦交嘛，对不对？啊，我有看到迄个帛琉驻联合国这个大使一个 Hushkilda， 这样我过去是跟他是有互动啦吼。啊，这个 Hushkilda 这个帛琉驻 UN 吼，驻美国这个大使，伊就讲吼，你虽然有摕帛琉国旗的自由，但是不要。侮辱这个国旗，卖侮辱这个国旗，吼，不要 embarrass the flag of Palau， 吼，你若是正经爱帕劳这个国家，拜托你莫去压这个国旗，因为你已经侮辱，你去侮辱到这个国旗。啊，这是帛琉驻美国这个大使，他官方的这个statement 这个说法，吼。啊，所以我看到这个侨胞摕台湾的国旗去，其实咱嘛要去思考，就是讲这个画面其实对咱，我坦白讲，我个人吼，唔是讲足赞成。OK， 唔是赞成吼，尤其咱讲吼，即阵咱讲搁10几天，咱讲新的政府特别起来吼，这个拜登的政府，若是看到这个画面，伊会安怎去做一寡这个想象吼？咱嘛搁一届来看这个国旗吼，啊，其实咱讲吼，内底吼，搁有参这个日本的国旗也好啊，这个韩国国旗也好，啊，咱讲中华民国的国旗嘛伫内底啦吼，啊，其实头拄这个事件嘛讲到，这个 Palau 的这个国旗嘛伫内底，啊，其实伫咧这个场合内底啦吼，尤其咱讲14天了后，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政府起来，咱继续搁申请到张教授啦吼，安尼这个动作会其实会影响到咱的这个部分无？应该是袂啦。 OK。 我即马即个伫台北时间的正月初6下晡美国的国会已经正式宣布，即拜登已经超过270票选举人的票，所以咧，已经正式当选总统啊。即个照法律、照美国宪法其实即个选举已经各州美国国会拢已经照依法律咧停，即个正常的即个程序拢已经过啊，所以。 我看对咱台湾来讲，即马应该是上关心的是美国新的政府未来对台湾可能的政策。OK。然后咱台湾是伫新的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内底是爱有啥物样的角色，爱做啥物款的配合啊，即个拍拼。是。我看这是较重要。美国国内伊咧选举的问题，我感觉伊是因厝内底的代志。因厝内。因厝内的代志，讲实在即个民主政治拢毋是完全无可能无问题啦。任何国家民主、任何国家选举拢有可能有出现即个冤家。但是咧，伊本身一定嘛有伊家己国家法律的即个方式去解决。所以对咱来讲我以前伫咱节目有报告，就是美国开始选总统的时阵台湾还是。 清朝的时阵啦，已经选了过下100年讲实在，咱实在无需要去烦恼讲，美国一边选举有啥物状况伊就会乱，伊就会出状况，还是美国的民主就已经倒。我感觉这是中国希望全世界的人来感觉民主无好，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无好，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较好。所以咧，咱看到这个足侪人能够未来不断的讲美国的民主有啥物问题，啥物人选举伫咧讲白贼，即个做票安尼这完全是把以前台湾这种的选民主政治的问题，台湾部分的政党的候选人选举选过输袂起，这种的这个心态嘅投射，伫美国其实讲实在，我个人对美国嘅了解美国嘅社会甲美国嘅政治大部分嘅人上早拢已经接受这个结果，60几个在全国足侪州60几条嘅这个法院嘅这个官司拢已经解决啦。美国这边嘅制度有啥物问题？这是伊后边嘅政府、后边嘅国会会当去修改、去讨论嘅问题。但是照即马这边嘅选举的规则已经解决啦，所以对咱台湾来讲
其实吼，咱看到即个美国吼部分的人讲啊，你抢到美国的国会安怎吼？其实吼对美国的宪法来讲吼，国会咧。伊即个照宪法吼，其实伊有即个权利，已经决定结果啊。OK。其他的问题吼，拢是即个吼社会治安的问题。OK。足侪人讲啊，美国这边是毋是要倒啊？还是美国毋捌出现这种代志吼？其实我个人读政治学讲，美国差不多50-60年前吼，越南战争吼，迄个时阵美国的即个社会的冲突啊，社会的问题吼，大家足侪人吼决定吼抗议政府，逼到美国去的时阵，的总统拢唔敢连任吼，唔敢选举吼。这个对美国的社会实在对影响比即马严重太济，所以咱其实吼无需要去担心讲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有啥物真正的问题。咱真正爱烦恼的是啥？烦恼的是中国，利用伊这个足侪的媒体宣传的做法吼，不断的。甲台湾人讲美国嘅选举有问题、民主问题吼，爱破坏咱台湾人对美国嘅信心，还是讲伫美国真正爱来支持台湾嘅时阵吼，咱对伊嘅总统伊合法真心嘅政府怀疑。我感觉这是一个咱台湾吼绝对爱去无互这种代志来发生吼，咱爱个理智，我感觉是上重要。是啦吼，这张教授互咱提供一个这个参考啦吼，就是讲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吼，虽然有这个混乱，但是伊这个机制已经吼运用，还是讲运行超过这个100多年吼，所以这个美国民主这个部分吼，也会当经得起咱讲的这个考验伫吼。咱嘛搁一届来看讲吼，这回是要咱讲吼，要认证这个总统的这个定数，选举人团的这个票，你就要投互出来。啊，咱嘛看到讲吼，伊当阵这个国会这个选举这个认证的这个定数，然后本地啊开这个联席的这个会议，迄当阵呢，咱先看到 Pence。头拄其实这个 Jerry 嘛有讲到吼，伊伫遮吼，伊真正是高不二三种的这个部分，伊嘛爱徛起吼，伊家己嘛爱徛起，但是佫爱面对着伊的 boss， 就是 Trump 啦吼，所以迄当阵这个 Trump 讲有施压吼，爱否决着这个拜登当选的这个结果啦吼，但是伊家己发声明讲啥，家己无权利会当脱离这款的这个会议的定数。嘛是要徛点，以这个会议定数，还是讲做一个民主有这个办啦吼。啊，另外咱头先讲到这个联席会议吼，爱按照各州的这个吼 ABCD 安尼这个顺序吼来去发言吼。咱就看到奥巴马吼，才开始做一寡确认。啊，另外咱看到讲共和党众议员 Paul Gosar 吼，就是反对讲计算 Arizona 这个选举人票啦吼。啊，第四讲咱讲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证定数来法庭，冇人提议讲吼，这个否决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辩论这个定数伫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参众两院本地要展开吼2点钟的这个辩论，否决掉各州的这个选票，成立的参众两院多数议员的同意，然后支持 Trump 的议员就伫参众两院这个拢无较少的这个支持啊，拢敢若较少的这个支持的这部分提出的异议，拢互否决啦吼。所以咱看到 Trump 的支持者都冲入美国会啦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 Ken 吼，伫咧这个美国吼，看搁较详细啊。虽然伫 Los Angeles 离 DC 吼有一段距离吼，但是这个美国社会这个气氛，安怎去看这件代志咧 ？Ken， 其实我真认同拄啊，迄个张教授也个迄个方律师讲的吼，因为美国这边实在是真侪人已经感觉讲吼，阮即马都是选一个总统出来啊，啊伊的票嘛够啊吼，啊咱都是要去 move on 去正常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现状。啊，即马就看到就是讲真侪遮个共和党也好，还是讲民主党也好，因是感觉讲以前对这个川普，若是讲你意见是安怎拢无要紧啊，即马就是看讲这个新的总统会对咱美国做啥。啊，即马看到就是真侪支持川普的支持者，今仔日我们知影讲真侪人伫 DC 迄个国会头前底下聚集吼，啊，搁闯进去国会内底。其实遮个人真正是美国内底较少的人啦。啊，真侪共和党支持者当然是较无介意拜登嘛，吼，啊，毋过伊嘛感觉讲川普若是行到即边吼，伊会当做的拢做啊，伊会当打官司嘛拢输啊吼，啊，今仔日嘛，迄个副总统嘛出来甲伊讲，我袂当甲你做遮个代志，你要交代我做代志，我做袂到。所以这个就是讲，共和党已经要准备好要转去以前较理性、较两党和平共治的一个时代。所以今仔日这个暴动我是感觉讲吼，上大这件事情真侪利用川普这届选举，利用川普，利用支持川普这个名义吼去
应该讲古惑人士也是讲去甲真侪人洗脑，尤其一群美国人以前因是无投过票，也是讲因对这个美国政治、民主政治较无经验的美国人吼，因感觉讲即摆都是因为迄武汉肺炎的关系，我要出来投票。我嘛感觉讲川普绝对会为美国人来想，所以我出来投票。啊，那会变做安尼？因为伊以前无看过这个选举的迄个开票的迄状况，所以。即届真侪新闻拢是迄个真侪无影话吼，我毋知是倒一个迄个媒体送出来只谣言吼，拢甲真侪每一个选举拢有发生的代志，甲伊变 amplify， 甲伊放大吼，变做都就是就像一个阴谋共款，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即届选举以后，美国政治甲美国这个民情较害的所在，就是真侪人想讲哦，真正。有我想无共款的，因为想讲我票入去就是真魔术性的，就是会当慢慢的去投票，慢慢去投票。伊毋知讲吼每一个票用心意是真辛苦，爱去用电脑检查这个签名以后，抑搁爱用电脑无法度去 verify 的迄个签名，因搁爱去用人的迄个人眼去看，来看讲吼这到底是有效是无效，所以这投票。这个政治，我感觉讲吼，即届上好的所在就是讲，互真侪美国人知影讲，美国选举政治是安怎，伊的制度是安怎，每一州拢无共。即届嘛，互真侪人看到讲，尤其真侪专家看到讲，哦，以前若是讲50%的美国人去投票时阵，可能遮个问题拢毋是一个问题。啊，毋过即届有差不多80%，还是讲真侪人出来投票时阵，哦，这个问题就出来啊。佮加一个迄个武汉肺炎伫遐，所以。即届我感觉讲吼，会互真侪美国政治人物吼，想要做代志、想要改革的人吼，会当看遮个问题吼，伊未来4年内底哦，因会当做真侪迄个改革。对啊啦吼，虽然看到讲吼，其实这嘛是一个好的这个机会啦，就是讲吼，这个民主当然有伊无好的这个所在，无遐尔完美的这个所在吼，但是透过这种吼试炼啦吼，咱讲这个民主会更较成熟啦吼，这嘛是讲民主可贵的这个所在吼，真正这中国可能无法度来达成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搁一届来回顾讲吼，其实咱讲这个2021年这个1月7日伫咧美国发生这款的这代志，但是伫咧国会也好，还是讲美国这个 Washington DC 也好啦吼，其实过去吼这个有人冲入去，还是讲有暴动的这个事件，唔干那一站尔啦吼，所以咱嘛有经历，伫咧1814年的时阵8月时阵，英军吼占领着这个 Washington 吼，嘛烧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物啦吼，包含着国会啊、白宫也好啦吼，另外是为着这个吼，咱讲退伍军人吼，这个薪水这个问题吼，伫咧1932年7月时阵吼，有人吼这个是去互这个政府来拒绝吼，所以有人发动这个认定啦吼。集会吼去请愿，Washington 的这个警方咧嘛，甲因赶离开啦吼，但是有一位警察都开枪杀了2名这个退伍的这个军人，嘛发生着暴动。这是1932年发生的代志。另外，伫1968年4月时阵吼，这个非洲一个是公民运动 ，Martin Luther King Jr. 吼，迄当阵伫咧这个4月7日，这个去用这种大了身亡啦吼。咱嘛看到讲，全美国吼有110个城市来发生暴动，其中咱讲 Washington。这个部分哦 ，DC 加吼有6天的这个暴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另外咧，2020年哦 ，Black Lives Matter 吼，这个 George Floyd 迄当阵去互这个警方逮捕的时阵来死亡吼，全球吼还是讲全美国嘛引发着这个暴动的这个部分然后嘛是去抗议讲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吼，这都是今日2021年1月时阵吼，嘛是讲要阻碍着这个认证这个定数的这个部分吼。虽然讲着这个4点钟了后，咱讲其实这个派出这个国民兵来去做一寡阻挡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咧派这个国民兵的人吼是这个副总统 Pence， 不是这个 Trump 啦吼，所以有人咧讨论讲哇，这个 Trump 可能是这个 out of mind 吼，但是伊尾啊嘛是有回归到这个理性啦吼，但是咱来听讲这个Biden 也好，还是 Trump 也好，安怎对整个的这个美国吼来做一寡这个声明，咱先做来看。The scenes of chaos at the Capitol do not reflect a true America, do not represent who we are, no matter how good or bad that president is. It's not protest, it's insurrection. 拜登要求现任总统川普随发表电视谈会，不过伫咧同一个时间，川普一段影片伫咧 Facebook、Twitter 加 YouTube 播出。We don't want anybody hurt. It's a very tough period of time. This was a fraudulent election. We love you. You're very special,
but go home and go home in peace. 川普一段影片真紧就被人提来，推特首先对伊提出警告，若果违反大文的规定，就永远停权。川普早前推文讲，潘斯无勇气做保护国家甲宪政应该做的代志，也被删除。副总统潘斯已经明确甲川普讲，伊未也无权力阻止国会联政选举联团的投票结果。潘斯伫咧参议院责任之一，就是伫咧国会联席会议正式宣布总统当选人拜登的选举联团得票数超过川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虽然听到吼，头拄也讲到，其实咱讲吼，共和党甲民主党吼，即回吼可能嘛有要达成一个即个咱讲吼民主的即个体系甲运作，但是咱讲吼，Trump 可能伫遮也是输袂起啦吼。未来伫咧1月20了，安怎影响到美国，也是即个部分哈，咱个先请教翻译过了哈。这个川普在1月20之后，还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在影响美国吗？经过这一次这个暴动之后嘞，虽然这几天有这个暴动的事件发生在国会山庄。但是将来，川普至少在中长期之内1-2年了，还是会在美国政治扮演非常大的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很多选民是非常支持他的 OK， 保守共和党的选民还是非常支持他，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次暴动事件责怪川普 OK， 他们会责怪民主党。媒体或一部分的共和党政治人物没有像 Pence 副总统没有按照总统的这个推特来推翻这个选举人的结果，所以这些支持者数量不少，而且他们不会责怪川普，他们会责怪别的政治人物、媒体、州长等等，所以共和党的未来的路线。这个是很大的问号，但是川普的角色会不会很重要？这个肯定是还是会扮演非常大的角色，而且对美国政治将来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影啦吼，这个翻译哥讲到吼，其实这个虽然这个 Trump 可能真正输袂起，但是伫未来啦吼，可能也是会影响到美国政治的这个趋势啦吼。咱嘛搁一届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因为这回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可能伫咧这回这个示威，还是讲吼暴动了后，可能美国的这个体系会较完整、较成熟吼。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看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有真侪人嘛望讲美国会当走向这个正常的这个国家的道路，也是民主运行的这个道路。来去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美国国内反应，就是爱吼较平安的来度过这个宪政危机也好，宪政时期也好啦吼。咱看讲美国副总统 Pence 讲啥，伫咧议场内底吼恢复到这个开会了后吼，全球各位当看到讲咱民主真正有这个力量伫咧啦吼，而且咧伫咧国会内底制造 chaos 混乱的人吼，恁无赢吼，暴力绝对袂赢啦吼。自由才会。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 Jay Timmons 吼，伊是这个全国制造业协会执行长，伊讲吼，煽动暴力，还是讲吼要来掌权吼，民选领袖都要为这个人来辩护啦吼，就是违背着这个对宪法这个誓言伫咧。另外，这个 Morgan 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集团的执行长 Damon 伊讲啥？这个民选领袖有责任来呼吁结束这个混乱吼，接受选举结果但是咱讲吼，这个民主已经100多年来吼，支持和平移转这个权利，这个人心也是望和平啦吼。另外，咱讲全国吼，美国这个商会然后讲啥？针对国会也甲民主的这个攻击吼，都要必须来结束啦吼，呼吁国会就算有发生这个暴力的这个混乱的这个事件吼，伫今日都要恢复工课啦吼，也是讲继续来去进行啦吼。其实这个咱头拄嘛讲着吼 ，Jerry 有提供咱讲吼，这个部分咱讲美国望走向一个这个部分，咱头拄问这个翻译哥讲这个川普这个影响力，这个1月20会继续啦吼，但是这个拜登政府较头条。对，因为即马都是讲一个就尴尬一个要过渡的这个时期，咱讲的这个过渡吼，这个 transition 的，咱即马咧录这个节目吼，咱多新闻已经出来，就讲吼，美国众议院吼已经吼这个正式去宣布讲，这个 Joe Biden 赢得这个大选，讲 Joe Biden 伊已经正式变做这个美国。后一任这个总统哦，这是上新的这个新闻出来吼，咱
咱大家爱去看讲啊，川普伊反映伊的态度是安怎对无？咱都看到CNN 啊 ，CNN 吼，伊都讲吼，川普已经讲吼，伊会去吼，互即个1月20号有一个吼有地属的这个移转啊 ，orderly transition 哈，他已经安尼讲啊哈，所以这是目前上新的这个 orderly transition。嘿，伊即摆就是讲吼，伊即个声明伊就讲吼，虽然我完全无同意哈，无赞成即边选举的即个结果哈，而且即个结果互我非常的痛苦。但是伊讲1月20号有一个 orderly transition。OK。Trump said in the statement， 伊都已经安尼讲啊，所以这是目前上新的哦，因为你看讲差不多今日透早的时阵吼，川普伊其实伊有一个影片，伊就讲吼。伊认为即个选举是一个舞弊吼，fraudulent 即个选举吼，但是伊有呼吁吼，伊的支持者所有即个美国人的即个选民吼，爱讲 go home in peace， 和平的登去厝里，莫搁伫遮乱。啊，伊本人嘛伫伊的 Twitter 有呼吁吼，就是讲吼，咱无爱这个暴力吼，不要这个 violence 吼，而且即个美国国务卿吼，即个。旁边哦嘛，伫 Twitter 有讲吼，就讲不要暴力哈，所以你看伊今仔透早伊这个态度有小可转变，有转变，伊就是讲伊无接受即个结果，但是咱莫暴力，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咱无爱暴力。伊讲即个骂不吼，即个抢劫、即个暴动哦，伊个人嘛无赞成啊。咱拄仔讲，咱即摆咧录即个节目是下晡啦，咱个下播出嘛。讲即摆目前上新的结果就是川普伊嘛是讲伊无认同即个选举的结果，但是伊确定讲吼，即个1月20号有一个有地属的即个政权的移转啊。是啦，虽然咱头拄嘛讲到讲有人讲即个 CNN 的记者是讲吼，伊摕油救火啦吼，虽然伊讲哇，这是一个 fraud 吼。真正是这个有做票的这个空间，但是伊嘛叫民众登去。头到这个 Jerry 提供咱上新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当吼 orderly transition 吼，就是一个和平移转的这个部分吼。这是伊头一届，当讲头一届吼。头一届算落嫩啦吼。有影啦吼，所以这部嘛见证历史。有影啦吼，所以咱嘛会当望讲，这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民主可贵的这个所在啦吼。透过不断的这个试验吼，可能有较好的这个方向会当去进行啦吼。所以咱嘛看到吼，其实各国领袖吼，虽然咱头拄有讲到，有较这个失望，也是讲吼尊重这个美国民主的这部分，但是大家也是较正向去看待啦吼。咱看到这个 Boris Johnson 伊讲啥，这个美国国会吼，真正吼这个部分吼，真正是较无好安尼好看啦吼。美国代表着世界这个民主的这个体制，上界有的就是和平，有秩序的这个 transition 吼。这个 Boris Johnson 先替这个咱讲 Trump 先讲起啊啦吼。所以这个德国外交部长 Mas 嘛讲啥 ，Trump 含伊的这个支持者，上尾嘛是爱接受当美国选民的这个决定啊，有影啦吼。另外，咱嘛讲吼，这个 Michelle 伊讲啥？伊讲着美国国会是民主的这个殿堂吼，华府积暗的这个景象真正使人惊吓，但是咧，美国真正会当和平移转到拜登的手里啦吼。另外，这个欧盟这边委员主席吼，这个部分伊嘛讲吼，民主的这个力量会当是这个核心啦，就是和平转交政权吼。拜登已经赢选举，期待这位美国新任总统的合作。所以咱嘛讲着，这回拜登会当赢这个总统。另外咧，参众两院即阵咱讲是 in blue 吼，就是全面蓝色来执政吼，这嘛对美国可能有另外一个政治空间的一个开始吼。咱先请教这个张教授吼，这个全面 in blue 吼，这个蓝色这个民主党来完全执政吼，因会可能有啥物这个对美国这个新的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无？我想这是伫美国嘅历史吼，这嘛唔是第一遍发生啦。第二是美国嘅政治吼，这个国会吼权力足大啦，真少讲是啥物代志，亲像咱台湾这个两党都是拼人数，其实伊总统吼爱对国会议员的协调，国会议员本身的这种的自由、自主的权利、立法的这个力量其实拢足大的啦。所以讲咧，共和党虽然即马伫这个两个国会拢唔是多数，但是无代表讲伊就是无实力。其实重要的法案伫美国来讲，国会议员你
跨党，就是我是这党，但是支持别党吼。这种代志嘛是足普通、足普遍的。是。所以咧，我无认为讲美国所谓民主党完全决定就是伊的政治会出现什么问题。OK。我想这是无需要去烦恼。第二咧，就是对咱来讲就是美国即马以上济的这个政策其实咱感觉未来应该就美国的利益来讲应该以大部分的社会的这个政党人士国会各州拢有共识啦。所以讲，你即马新的总统起来就是甲过去共款，就是新的总统起来就是有一个新的政府，2年以后拢有这个其中的选举嘛。所以讲，咱根本拢无需要去烦恼讲美国有啥物人会独裁啦，啊是讲伊作为总统伊政党嘛是民主党，总统嘛是民主党，民主党就会当亲像台湾以前国民党是要安怎就安怎，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大家嘛唔免去烦恼这。第三咧就是其实讲实在拜登做民主党的候选人，即便选到美国总统我个人观察1年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足传统、足保守的选举的方式。OK， 伊本人是这个查甫人是白人嘛所以咧伊就选一个伫加州的一个查某囡仔来做副总统，所以咧伊这个西部大都市，这个黑人的票拢过掉嘛。这时代对咱台湾来讲，选举本来就安尼啊。你是全民拢爱过好掉啦。对啊，你是啥物人，你就选一个甲你有这个互补的人嘛。然后咧，你基本上伊这基本盘拢过好以后，你就重点的资源都放在摇摆州。所以咧，伊赢是讲实在。无啥物新的方式，但是看起来拢是有效嘛。是，但是咱来看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咱讲参议院啦，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因讲到这州啦这个两席的这个部分 ，Georgia 两席的参议员民主党全摕到，拜登即马是这个完全执政虽然头拄咱讲这个张教授提供互咱，这个完全执政，伫美国社会过去历史嘛是有啦但是这回会产生什么款的这个影响无？其实咱嘛有做一寡这个整理啦咱讲这个过去咱看到这个回。这个民主党，这个非洲有这个牧师这个 Warnock 来赢到这个胜选。另外咧，咱看到另外一个民主党的政治新秀啦这个 Osborne 这个部分嘛是来赢到这个胜选啦咱看到讲通常一个州两席的参议员袂共1年来去做定选但是 Georgia 这回两席的定选是因为这个剩2年任期的这个Isaacson 这个 Parkinson 这个部分恶化所以伫咧2019年年底来辞职。另外11月3日时阵这个 Georgia 两席的参议员拢无这个候选人取到这个过半的这个票数，所以前2名都要进入第2轮的这个决选。另外咱们看到讲原本参议员这个席次是共和党50席，民主党80席所以这2席真正真关键嘛，才互大家来去做一寡这个讨论。另外咧，咱头拄讲到这个非洲裔这个牧师Warnock 伊讲啥咧？伊讲这个继续领先，其实这个共和党的这对手这个 Ruffler 啦嘛是赢3万外票了来得到这个胜选啦另外，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美国副总统是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主席平手的时阵会当投票啦，所以咱嘛讲。这回可能这个副手嘛是扮演真大这个角色伫个。去年民主党嘛取得这个众议院多数这个优势嘛代表讲民主党甲拜登未来至少是2党啦头拄其实张教授嘛有讲到，这个2党就是一个关键一个其中选举继续咱个先请教 Ken 啦咱头拄是讲到这个完全执政，唔免做做一寡这个烦恼啦你敢是安尼看咧？我看可能为一个角度来看，会当安尼讲啦。不过为一个政党的支持者来讲，因是真惊吓，因为你看嘛，这个乔治亚州这个州的伊是南方的州，所以伊以前拢是共和党支持共和党控制的一个州，即届州长也是拢是共和党的。即届为虾米伊伫11月即月选举的时阵，其实遮的人若是讲今仔日阮这个选举。这个抗伫11月时阵拢是1对1的选举时阵，我是感觉讲迄Warnock甲Osborne对袂选赢，因为迄当初迄个民调的支持度拢是共和党的迄候选人较悬。是，这都是因为这个州已经真惯是共和党的人选赢这个州。遐个人口即摆为虾米会输呢？我感觉讲上大原因是因为即届是真侪，就是我拄仔讲的遐个较极端支持川普的遐个人士，因所谓的 Stop the Steal 是讲阻止
头年这种运动吼，伊叫选民讲莫去相信乔治亚州的这个选举，因为这个选举无公平。川普应该是赢这个州，伊算输啊，所以若是讲你要去投票去支持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绝对要等到讲这个选举100%公平才会得。我嘛知影讲，因讲的100%的目标就是讲要互川普赢嘛。迄个票你 recount 以后，重新计算以后，嘛是迄个拜登赢，所以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即个因就是真侪迄个不实的讯息，甲真侪迄个迄种阴谋论吼，互真侪选民决定讲即摆袂投。我甲真侪迄乔治亚遐的选民，我就来讲，因为我家己其实有看到迄洛杉矶时报拢知影讲，我有公开讲我即投票我投互川普嘛。所以我嘛是过去几年，我是 registered Republican， 所以我嘛甲遐共和党的人也参详，就是讲，恁即届若是无投票，你爱想看卖，你即摆无投票，无去支持共和党，真可能会互民主党遐个人提起。民主党遐个人提起，若是讲伊全部执政，就是讲拜登伊要选啥物人入去伊个阁员内底，你是无法度阻止的。所以你真正要无这风险无？遐个人就是讲。若是讲4年前，遐个人绝对讲袂当，绝对爱去投票，因为是真重要。因为美国人其实因政党无共立场是真蛮 partisan 的 ，OK，每一个政党因有无共迄个支持者无共的派系，毋过因对这传统价值、对这进步自由主义甲进步价值，因是有真 strong 迄个 division 伫遐。OK， 所以对。即摆真侪人都互我较惊讶的所在，就是讲因感觉讲这个整个游戏规则拢是无公平，所以因就选选袂投啊。真侪人都感觉讲我都迄个要创啥，我都塞车去 DC 去参加迄个游戏。所以我感觉讲即届这选举哦，因为即届较乱啦，所以这2年以来，可能真侪共和党会感觉讲。阮后摆莫互即款代志可发生，因为你若是讲参议院内底无你一个check and balance 无一个制衡的话，安尼拜登也会当经所有伊想经的人内底。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讲，即摆真侪人想讲拜登伊会调，毋是因为大家真疼拜登，还是讲真支持，是因为真侪人真反对川普。OK， 若是讲真反对川普的人，通常拢是迄左派，也是讲较极左派的人较侪。即摆嘛是感觉讲，像讲旧年真侪迄个 BLM 的迄个游行，是讲真侪遐个支持者讲，阮即届是甲阮即甲拜登合作，毋是讲阮支持拜登，是因为阮真讨厌川普。所以若是讲拜登伊选掉啊，阮绝对要抗咱家己的人伫内底。我嘛知影讲，其实美国是两党政治，普通因的路线拢是较中间路线，即个较。边仔也是讲较边仔迄极左派，像较 radical 的，因是普通是袂当去迄个决策权内底。是。即个若是讲参议院是共和党提起的，因就会当用一种 check and balance 的方式来阻止遮个人入去内底。毋过即摆无啊，所以对真侪共和党的感觉讲，可能未来4年、未来2年会较乱。可能有内战的发生嘛，有可能。了解。不过我家己是用客观的角度来看，是较无可能，因为我感觉讲美国民主是真清楚，因是感觉讲，若是讲即摆有一个危机，我们来大家处理，莫国内政党大家来处理。是，所以咱嘛毋茫讲吼，其实这个 Ken 啊吼，有讲到吼，就是讲这个完全执政嘛是有人的这个烦恼伫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嘛是民主可能嘛是一个试炼的这个过程是哪来哪成绩也好啦，头一直讲嘅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嘛咧毋茫讲吼，啥物咧？就是讲这个拜登是毋是起来了后会对这个台湾更较友好？其实咱会看到2件新闻事件吼，就是讲今仔日这个早是7点半吼，是台湾和美国用这个视讯的方式来去举行美台政治的军事对话啦吼。另外吼，就是这个 Pompeo 来宣布啥，这个 Callicraft 啊，驻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可能会来台湾吼，这2件代志对台湾的这个意义来讲，但是咱讲过14天吼，做10外天啦吼，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特别换人做啊，
加这个部分敢会拢总呼呼掉咧吼。咱先来看讲吼，这个 Calcraft 可能访问台湾吼，这个美国国务卿 Pompeo 吼，伫咧初7吼，咱讲饭店过来发布这个声明，讲啥？讲香港政府大规模来逮捕着反民主的这个人士啦吼，并且咧，咱看到国务院这个声明内底吼，上尾一段吼，才写着咱台湾，伊讲 Calcraft 会来台湾吼，那么讲到这件代志，咱看 Calcraft 进前就甲咱这个 Taco 这个处长吼，伫咧驻 New York 这个 Taco 的这个处长吼，有甲咱讲食饭过，迄当阵是这个 AP 去翕着，真公开啦，咱嘛是看到讲，哇，这个中国一定是 keep 不破。这是一件代志，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用时事的这个方式来举行这个美台政治军事对话，吼，这意义搁较无共。这个美国这个政治军事局这助理国务卿啊 Cooper， 以及台湾外交部、国防部拢有这个参与吼，讨论到军事武器的买卖，另外对中国威胁这个议题吼，嘛看着讲中国外交部是激烈的反弹吼，嘛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显示，公开行程伫咧台湾时间初7早起7点半，政军局助理国务卿库珀会透过视讯的方式，甲台湾来进行政治军事对话。2019年8月份，库珀就捌伫咧推特顶悬发布家己甲迄当阵的驻美代表高石泰相片，而且表示，搁一届确认美国甲台湾的政治军事对话，以促进台海甲地区的和平稳定。毋过过去几年拢伫咧华府举办的台美对话，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延前较大，嘛是国务院真罕见的提早公开行程，比英国更较互人注意，嘛引起中国强烈反弹。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我们跟美方的一个互动跟友好是非常密切的，这不受中方的这个影响。台美之间的互信以及外交的默契，我们不方便进一步的对外的透露。外交部针对出席人员甲谈论的议题，拢无愿意公开。根据了解，台湾外交部还有国防部军备局的官员拢有参加来看，应该是甲军售和中国威胁等等的议题有关系。外交部强调讲，会甲美方就各项合作保持密切的沟通甲深化合作。若是这届有可能是美国川普政府落任进前上后尾一届甲台湾交流。若是美国国会山庄初6挺川普游行发生冲突事件，外交部针对这件代志嘛表示遗憾。美国华盛顿的特区国内山庄有发生了相关的冲突事件，外交部我们表达遗憾，我们也会持续的密切的关注相关的这个发展。另外，针对哥伦比亚地区实施宵禁的代志，台湾驻美代表处已经发布紧急公告，提醒当地台湾人提高警觉，而且要注意安全，避免伫咧宵禁期间出国。代表处嘛随时对伫咧华府地区的台湾人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先咱看到讲，这2件代志是毋是因为这个无共政府啦吼，这个咱讲政党轮替了后，即阵拜登起来，这个咱讲美台政治军事对话对中国威胁的这个讨论，也是讲 Calcraft 会来台湾，可能会有一寡变化。咱先个请教翻译过了哈，会不会出现变化？这个拜登可能上来之后，这个他也不承认了，可能他也换掉这个 Calcraft， 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一定会换掉，因为他是政治任命，而且拜登已经提名一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以虽然我们在台湾，都是非常欢迎美国这些政府官员访问台湾，但是说实在意义也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川普政府就是省下2个礼拜时间就要下台了，而且他来台湾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台湾是在川普的最后几个礼拜，不是在川普政府的第1年、第2年，甚至也不是第3年了，是在第4年的最后几个礼拜了。所以虽然欢迎，但是意义也不大。还有呢，其他国家会不会跟着美国这样做？那如果大的就是重要国家，不管是日本、英国、印度、澳洲等等国家。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么高层的官员来台湾？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面对事实，这个意义也没有很大了。OK， 继续咱个请教 Jerry 啦吼，咱头拄其实私底下嘛有讨论过吼，这个 Calcraft 可能真正无可能来台湾，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写伫咧咱讲对香港的这个支持的下底出现台湾，这是什么意义？
首先，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嘛，支持这个 Kelly Craft 伊会当吼伫这个1月20号正式来台湾来访问啦，我非常的欢迎啊。但是这敢有变数，我感觉是有一个变数的，因为咱看到这个媒体哦，针对这个 Kelly Craft 来台湾这个新闻，伊是讲这个代志差不多为去年底，差不多2020年底。就开始咧接触啊，吼所以讲这是非常机密的代志嘛。但是伫2020年年底，伫去年年底，迄阵全世界讲无人知影讲伫即摆伫今日伫昨伫美国即个Capitol Hill 会发生即个暴动、即个暴动即个事件嘛。所以到底即个 Kelly Craft 伊是毋是会当伫后礼拜来到台湾，我个人感觉讲，可能佫有一寡变数。莫袂记讲吼，即个昨即个美国咱讲 Georgia 即个参议员吼，即个选举啦吼，即摆是来讲 all in blue 嘛，讲美国民主党吼全面掌控即个众议院甲参议院，参议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讲伊有即个美国吼重要。人事即个动议权啊，所以讲我都佫有去查者，比如讲吼，像未来即个拜登政府啊，吼，伊即个阁员吼，就讲伊即个政府到啥物做部长啊，这是爱参议院爱同意，佫有一个佫有一项是嘛是需要即个参议院来同意，就是即个驻外大使，好，驻外大使其实是爱即个参议院即个 Senate 爱同意啦，吼，所以讲吼。这个 Kelly Craft 吼是毋是会当伫拜登伫1月20号就任了，继续做这个职位？阮嘛毋知，阮无得替伊来回答。吼，若是那通常来讲是会换人，因为这个美国驻 UN 吼驻联合国这个大使是非常重要这个职位啊。咱莫阁袂记讲，即马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阁是悬缺哦。吼，所以说这驻中国啦，吼驻一个联合国啊，甚至驻欧盟，这较重要这个吼来讲 head of mission 哦，其实是有可能吼会政治任命的。所以讲。Kelly Craft 其实伊是差不多为去年9月开始，都有一连串吼对台湾非常友善即个动作。咱都要讲是甲即个咱台湾驻联合国即个大使吼，即个李光章即个处长吼，食中道顿去协调吼。伊其实伊尾仔有一届是甲台湾外交部即个模法用视讯咧开会时阵，伊讲伊支持台湾吼爱即个完全参与即个联合国即个体系啊，就是。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system， 伊亲嘴安尼讲，伊讲伊是美国应该支持台湾伫迄个联合国体系即个完全参与。所以你咱感觉讲，其实伊即个人吼对台湾是非常友善哈。所以我个人嘛是真欢迎伊若是真正有法度伫1月20号正正吼，来到台湾，我感觉这是一个有非常重要意义一个代志，但是。变数就是讲，当伫美国即个暴动，是毋是吼即个本地要来即个 project 即个案件有一寡变数安尼。OK， 咱继续上尾啦，请教张教授啦吼。咱头拄讲到美台政治军事对话吼，讲到即个中国威胁也好啦吼，也是讲咱讲到即个军事武器的即个买卖，甲访问来台湾，可能讨论到即个联合国职能的即个部分吼。真正，若是即个上任了后，拜登去哩。这规个夫妇的可能性嘛是真大。第一，我是足同意咱律师的讲法啦，就是川普政府吼做4年到上尾啊，这2礼拜过来这种，所以吼，咱台湾人足想讲川普对台湾偌好吼。其实我感觉嘛无一定。嘛无啦吼。好，第二就是咱即马看到吼，不管如何，国会的选举结果无啥物问题嘛。哦，你咧民主党是即个国会2个国会拢多数。所以咱台湾吼，即马重点就是吼，应该是爱减少吼，爱停止对美国民主党啊是即正常的政治人物的攻击啦。OK， 加怀疑啦。无吼，讲实在，咱国会的外交吼，对台湾来讲，任何时间来讲，拢是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吼，不管如何，伊阁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伫遐嘛。吼，即马假使也未改以前吼，咱还是爱较注意，就是对伊个国会吼，咱爱保持即个这个相足侪的这个交流，吼，这个了解，吼，而且咧就是真正爱了解，就是对美国的代志吼，
我搁继续爱讲一遍，就是吼，这个实在无需要，就是咱台湾吼过度的，就是感觉讲伊会安怎吼，上重要就是吼，咱台湾家己的政府吼是要安怎行。亲像咱即马派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嘛，上重要的一定是讨论甲联合国有关的代志嘛。但是咧，咱台湾的政府吼，不管如何，咱家己对家己联合国还是参与联合国的组织吼，咱家己的政策是安怎？咱家己的意愿是安怎？咱是毋是真正有认真，还是认为讲这毋是上重要的代志吼？我感觉讲，咱台湾人上重要是关心咱家己的政府，吼，关心咱家己的政党，吼，关心咱家己的政治人物，吼，别国的吼，假使是美国吼上重要，但是毕竟是别国啦。OK， 吼，我感觉是安那注意咱国家国内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伊咧表现吼，做咱的公民吼，就是爱监督。爱注意咱本国，我感觉是较重要。是啦吼，注重家己吼，家己生存武器啦吼，家己过好势，咱美国嘛唔当吼来挑战讲吼，咱这个家己台湾做无好啊，可能会受到这个中国这侵犯啦吼。所以咱嘛讲吼，望讲这个美大军事武器这个买卖，也是讲这个对话会当继续进行。啊，咱讲吼 ，Kelly Craft 会当来访问台湾，但是这进程就是爱吼家己做好健全吼，做好封闭，做好啦吼。但是咱嘛讲到一遍吼，这个这回这个国会这个暴动事件吼，可能吼，互大家可能有一寡这个犹豫，但是民主体系会哪来哪成熟啦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